寂寞的17岁是台湾作家白先勇于1960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，收录多篇描写青春、爱情与孤独主题的作品，如《金大奶奶》、我们看菊花去、玉清嫂、寂寞的17岁等。小说极以细腻的心理描写与诗意的语言，刻画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惆怅、迷惘与对爱的追寻。白先勇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，展现青春的脆弱与热烈，也揭示现代社会中人寄书俚语情感失落的现象。作品风格婉约动人，情感真挚，具有浓厚的现代感与人文深度，是白先勇早期创作的代表之一，亦为台湾现代文学中探讨青春与孤寂的重要经典。